覺得你有乜嘢專長啊？講起我嘅專長，梗係唱歌啦。零大 IQ 稱得上十分之高超。啊，周老師啊，你嘅歌聲簡直令人不禁恭維啊！不如我哋睇下以下嘅影片中嘅小動物有啲咩專長呢？誰最棒？今天獅子校長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，原來學校將要舉行天才表演，大家都要表演一項專長。小息時，小動物都在練習。表演當天，小鳥妹妹在枝頭唱歌，小兔姐姐在舞台上跳舞，小馬哥哥在操場跑步，小鴨妹妹在池塘裏游泳，小猴弟弟在樹上摘果子，小羊哥哥在草地上吃草，小蛇弟弟呢？怎麼不見他呢？大家到處找小蛇弟弟，原來小蛇弟弟在課室裏睡覺，大家都笑了。今天的表演很順利。三數句係指句子嘅結構由3個部分組成，一般嚟講有以下呢2種類型。第一種係由時間同人物再加事情組成嘅句子，第二種係人物加地點再加事情組成嘅句子結構。睇下以下嘅例子。今天獅子校長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。小息時，小動物都在練習。小鳥妹妹在枝頭唱歌，小兔姐姐在舞台上跳舞，小馬哥哥在操場跑步，小鴨妹妹在池塘裏游泳，小猴弟弟在樹上摘果子，小羊哥哥在草地上吃草，小蛇弟弟在課室裏睡覺。張老師，我嘅專長就係唱歌啦。咁你嘅專長又係啲乜嘢啊？我嘅專長咪氹人開心咯。各位同學，你又有咩專長呢？除咗專長之外，你哋又識唔識得運用3數據啊？